1999，您好，地信阳，很高兴为您服务。1999，你好，我想让请问仪为你服务。1999，你好，我想让请问仪为你服务。小姐，我家附近的路灯坏掉了。小姐，我屋下超圈嘅路燈壞睇咧。小姐，我屋下超圈嘅路燈壞睇咧。晚上都看不到路呢。眼部石頭都看唔到路呢。眼部石頭都看唔到路呢。不好意思，雖然人說人無事事好，月無夜夜明。歹勢，雖然人講人冇事事好，夜冇日日明。歹勢，雖然人講人冇事事好，夜冇日日明。還是要快快反應。還係會急急反應，還係會急急反應。先生，您貴姓？先生，你姓啥？先生，你姓啥？哦，我姓張。我姓張。我姓張。張先生您好，請問一下地址在哪裡？張先生你好，請問一下住址係哪位？張先生你好，請問一下住址係哪位？在享學街跟樂學街的交叉路口。伫享學街落樂學街嘅岔路口。伫享學街落樂學街嘅岔路口。請問是一盞而已？請問係一盞停停？請問係一盞停停？還是有多盞都沒亮？也係有當到盞唔會錯，也係有當到盞唔會錯。一盞而已。好的，幫您記錄一盞。一盞停停。好，讓你記錄一盞。一盞停停。好，讓你記錄一盞。請問有看到他的路燈編號嗎？請問有看到幾個路燈編號嗎？請問有看到幾個路燈編號嗎？哦，我看一下。好的。我看一下。好。我看一下。好。上面編號是1、2、3、4、5。1、2、3、4、5。燈牌編號係1、2、3、4、5。1、2、3、4、5。燈牌編號係1、2、3、4、5。1、2、3、4、5。請問路燈是 LED 燈還是黃光燈泡呢？請問路燈係 LED 燈，亦係黃光嘅天球呢？請問路燈係 LED 燈，亦係黃光嘅天球呢 ？LED 燈。好的，沒問題。LED 燈。好，冇問題。LED 燈。好，冇問題。張先生，方便留下您的聯絡電話嗎？張先生，方便留你嘅聯絡電話嗎？張先生，方便留你嘅聯絡電話嗎？我的電話是0123。我嘅電話係0123。我嘅電話係0123。0123。4、5、6、7、8、9。4、5、6、7、8、9。0123。4、5、6、7、8、9。4、5、6、7、8、9。0123。4、5、6、7、8、9。4、5、6、7、8、9。跟張先生核對一下。老張先生對一下。老張先生對一下。您反映的享學街跟樂學街的交叉路口。你反映嘅享學街到樂學街嘅岔路口。你反映嘅享學街到樂學街嘅岔路口。有一盞 LED 的路燈壞掉，路燈編號是1、2、3、4、5。有一盞 LED 嘅路燈壞掉。
路燈編號係12345，有一盞 LED 嘅路燈快鐵。路燈編號係12345。张先生的联络电话是0123456789。張先生嘅聯絡電話係0123456789。張先生嘅聯絡電話係0123456789。请问修复好之后，需要发简讯跟您回复吗？請問長好之後，需要發簡訊讓你恢復嗎？請問長好之後，需要發簡訊讓你恢復嗎？不用特别回复，谢谢你。唔是特别回复，是梦你哦。唔是特别回复，是梦你哦。提醒您，我们会将您的联络电话给相关单位人员。提醒你，我哋會讓你嘅聯絡電話本相關單位人員。提醒你，我哋會讓你嘅聯絡電話本相關單位人員。如果有特殊状况，会与您联系。係講有特殊情況會讓你聯絡。係講有特殊情況會讓你聯絡。您需要这项案件编号吗？你需要呢項案件編號嗎？你需要呢項案件編號嗎？好的，麻烦你提供给我。好，麻煩你搬嗌。好，麻煩你搬嗌。张先生，再麻烦您记一下。張先生，張麻煩你記一下。張先生，張麻煩你記一下。案件编号是 B123456。案件編號係 B1234556。案件編號係 B1234556。哦，B1234556。B1234556。B1234556。请问还有其他市政业务可以为您服务吗？請問還有其他市政業務做得為你服務嗎？請問還有其他市政業務做得為你服務嗎？没有了，小姐，麻烦你。冇嘞，小姐，麻煩你哦。冇嘞，小姐，麻煩你哦。谢谢您，祝您有个美好的一天。希望你祝福你有着美好嘅一日。希望你祝福你有着美好嘅一日。